細細聽我講，呢個係而家喺韓國發生緊嘅事。全球首個韓國脫髮原因，被發現你嘅頭髮亦都會係10日內感受到奇蹟，喺短短10日內令你嘅毛孔打開，同你嘅頭髮變得有工作嘅奇蹟。呢個正正就係貼士硬幣頻道上面發生嘅事，細心聽，仔細聽，你嘅煩惱今日就會結束。第一次驚重嘅我頭髮稀疏，當冇細血管視網嗰陣，血液流動就會受阻。我曾經係一個自信嘅年輕人，而家孤獨感越嚟越深。食鹽同即時性唔好嘅選擇，我嘅身體失去咗營養，我嘅肩控亦都下降咗，腦膜變得稀疏，頭皮是積聚，頭皮嘅細血管變差緊。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冇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貼士幣幫到我，我會再次揾到自己。當年打開咗細嘅血管同埋提管靜養，拯救懵懂播下希望嘅種子，我只係10日就感受到變化，頭皮嘅血液循環，我嘅頭髮亦都活返嚟，睇住我另一個我變化形態，透過運動同營養保持頭皮健康，當冇細血管變得更強壯，我等咗好耐嘅日子將會掉落。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我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貼士被幫到，我會再次揾到自己。當年忘記疲憊嘅過去，唱出希望，我會用誠實嘅努力去救我骨頭。當你頭髮長早，頭皮少早，夢境再次問到你失去嘅頭，我可以再笑，我可以披頭，我失去嘅頭髮可以再次發光。